种菜的日子，作者庄家芬。自做囡仔的时，我就足爱种东种西。迄时阵，阮兜无田园，我拢用破水桶也是花骹来种花，嘛捌种过香蕉啊。伫迄个功课压力诚大的年代，看花甲种花，互我的心情会当放互较轻松咧。尾啊，离开厝到外地读册，刷落去食头路，结婚生囝，一直到退休了后，才有时间甲心情做一寡休闲活动。拄好是大人有留一块公园预定地，兄弟姊妹拢无人要做，我和阮翁就想讲来甲整理理咧。就安尼，阮开始过着种菜的生活。要种菜进前，当然爱先甲迄块地整理互清气。毋过，真正是万事起头难，即块地毋但草仔发甲旺颯颯，阁互人偷倒真侪粪扫。阮先请人甲草仔撸咧，才阁开始种地。迄时阵，逐工拢捡一堆石头、砖仔角、管仔、杆仔、树管、塑胶袋仔等等。开始掘土的时，嘛定定掘着粪扫。我拢会想讲，若会当掘着金仔角，毋知偌好咧。好佳在，粗重的工课拢是阮翁咧做，我负责捡粪扫、垫纸、搬栽、插花。好朋友互阮一台旧的割草机，同事甲厝边互阮菜籽，阁有球友互我豆头。经过遮侪贵人的帮助，阁加上家己的打拼，我的菜园总算有淡薄仔收成。毋过，我的菜歹阁歹食。即时阵，我感觉做事人真歹做。经过1年外的打拼，木瓜甲香蕉拢开始咧开花啊，韭菜和角豆嘛有收成。上界欢喜的是冬瓜甲金瓜拢收1-20粒，家己食袂起，阁分互厝边头尾甲亲情50，大家拢真欢喜。可惜落一阵大雨了后，因就变歹去啊。古早人讲，一粒米百粒汗，做事人看天食饭，真正一点仔都无毋对。种菜的过程当中，拄着真侪问题，我会去图书馆借册来看，还是上网去找资料。我感觉我学着真侪知识甲经验，所以真有成就感。虽然逐日拢做甲大粒干细粒干，草仔永远抠袂了，毋过欢喜做，甘愿受。种菜的日子真无闲，嘛真忝，但是会当食着家己种的菜，感觉安心阁幸福。你有想要试看觅无？欢迎恁来我的菜园做伙打拼。